多谢丽婷来看选举消息。要拼连任的高雄市长陈其迈暂的成立卖里长自由会，现场超过几百里长热情收听，其中差不多2成被当作是立场较偏蓝。最后同一个时间，伫公山庙口开讲的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郭志温心内真毋是滋味。伊回应讲，真侪里长有市政府的资源去提供，当市政府要求你出来支持的时，伊才人情义理。里长拢应该配合，不过并无代表讲因是真心的支持。陈其迈动算，陈其迈动算。气氛真热热，要拼连任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做里长停卖后晚会，超过100位里长做伙来发声。里长动算。伫台电讲正直嘛，感谢伫第一线的里长，嘛强调后一段4年之路袂当减任何一个。每个都要连任成功，因为在未来的4年打拼，不能没有你。同款拍里长牌的，还有对手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郭志温。庙口开讲列车驶入去公山，郭志温找同款伫连营优势区考战的嘉义县长候选人王玉敏来徛台。这会场就先感谢台卡几位专工队新北市邦桥来替伊加油的里长。这里长迄阵会甲我加讲，你菜市啊安怎含人握手，伫什么所在爱下甲人鞠躬。19号暗时，郭志温和陈其迈伫无同的地点拼场，拢找里长来相听。不过，对大约2成立场较晚拿赢的里长参加陈其迈里长自由会成立大会，郭志温讲话真酸。很多的里长，当然有市府的一些资源的一个提供。当市府要求他们出来做一个这样的支持的动作的时候，我想人情义理，里长应该都会是做这样的一个处理。但是站出来就表示他们真心是支持我们的陈市长的吗？我觉得这也未必。我要特别感谢不分党派的里长能够支持我，我们在意民众的需求，这个不是在选举的时候才在做这个有一些政治语言。年底选战特别到啊，哪里候选人拢想要找里长来徛台，争取更加侪选民支持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